由關可維同大家睇天氣。受東北季候風影響，本港今日天晴同乾燥，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曾經降至40%以下。朝早氣溫普遍下降至14度左右，而下晝就回升去到20度或以上。聽日本港嘅風勢都幾大，隨住季候風喺本週中期緩和，氣溫將會稍後回升。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氣溫係介乎14.4至21.2度。6點鐘氣溫係18度，相對濕度62%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 T 先生。預測天晴乾燥，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4度，新界再低2-3度，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0度。隨後幾日天晴乾燥，本週中後期日夜溫差較大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、澳門天晴，深圳天晴，廈門天晴，台北多雲，上海天晴。杭州、南京天晴，武漢天晴，天津、北京多雲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、東京天晴，曼谷明朗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驟雨，雅加達落雨。胡志明市明朗，馬尼拉明朗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、布里斯班明朗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落雨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明朗，羅馬落雨，蘇黎世明朗，巴黎天晴，法蘭克福明朗，倫敦明朗，阿姆斯特丹天晴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拜拜。